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9月初4公视第2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同齐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有一个境外带病入境、无本土也无死亡个案，指挥中心证实讲，荷兰有要送予咱台湾 AZ 疫苗，不过时间甲数量也未定。中央确诊技师因为严重违反检疫规定，已经互开除。也那桃园北科复工头一届 PCR 拢是阴性。8月底高雄验出头件非洲猪仔肉片，即马已经查到源头是新北泸州的一间杂货店。新闻开始呢，咱先来关心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今仔日咱有一个是对美国带病入境的，无新增加的本土个案，也无死亡个案。不过，针对中型技术确诊，也有亲人集体烧话，指挥中心下晡已经发110万条的简讯，提醒讲民众若有和确诊者接触过，或者是拄好有去过因行达过的所在，身体若无爽快，就爱紧去采检。那即马外界就伫咧烦恼，讲中型航空内部恐惊有还未验出来的个案，但是中就强调啊，讲中型即马已经请机组人员全面采检，即马就等结果出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初4摆6本土病例是零确诊，不过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是美国籍30多岁男性，已经做过2剂辉瑞 BNT 疫苗。9月初1对美国来台湾工作，伫机场采检了确诊。个案伫台湾期间无症状，另外确诊个案内底无新增加死亡的案例。他接种的日期都是在8月，那第2剂接种是8月19号，刚好是还没有满14天哦。所以这个就不算是突破性的感染。为了因应长型的技术确诊甲厝内底人互相烧话事件，指挥中心下晡发出110万笔疫情的警示简讯，提醒民众，若是在8月13到9月初2期间，捌甲确诊者来接触，也是活动的卡了定态，了后出现疑似的症状，请就医去评估，也是到社区的检查站进行采检。这不是说一定有接触到哈，只是在足迹上面哈可能有所重叠。那我们扩大范围，总共大概发了110万笔。另外，长荣航空2名确诊的技师最新的采检结果出炉，案例16119两摆采检 CT 值明显降低，代表病毒量增加，研判是最近去画到的。案例16120两摆采检 CT 值拢是20倍，是研判已经画到一段时间了。16119它有比较明显的 CT 值由高变成低，也就是病毒量有增加，很明显增加的一个状况，初判应该是很最近的一个感染哦。那至于16120，它2次的 CT 值都是28，没有很明显的变化，所以这一位可能是感染的时间比119来的久一些。指挥中心表示，长荣航空最近已经有3名技师去画到，确诊个案症状拢真轻，是在轻症甲无症状中间。对着外界质疑，长荣航空内部恐惊有画到乌数，但是中强调，即阵长荣航空已经展开机组员全面来采检，因讲是全部检查，是毋是有画到也无测出来，等检查结果出来就知咯。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型技术确诊案，有一位是伫咧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因毋若去别个县市甲人食饭，而且身体已经有各样煞无老实写健康声明书。中型航空今日开纪律评议委员会，认定讲伊严重违反检疫规定，已经甲伊洗头路。确诊技师伫传染期抑阁去看病，桃园这间小儿科诊所打出公告，被休困2礼拜。桃园市对中型航空确诊技师疫调了后，发现行踪不知跨县市，个案16120技师伫个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阁出门食饭，违规到诊所看病，无先联络卫生局。中型航空初4开纪律评议委员会，认定伊严重违反检疫规定，当地进前阁无老实写机组人员亲人健康声明书。除了被公司开除，违规技师也被指挥中心处罚。飞出去的时候要填那个健康声明书哈，那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并没有填报。然后第二就是有聚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哈，这2个在里面我们认为是比较不恰当。自主健康管理这边有相当多的规范，在外站或是在国内两边都希望航空公司的董事长重视这个事情。
那他们也同意会全力来配合。交通部也爱两间国际航空马上重新检视技术员检疫流程，强化外站管理。中央航空已经对飞行员总共1500人批下泡胎。另外，回溯执勤芝加哥组员拢爱检疫14天的新规范，即马开始全面停飞台北芝加哥航线，客飞机拢无提供服务，恢复时间爱看检疫规范调整再来决定。因为目前这几天确诊的机师都是芝加哥回来的，那我们的地勤在第一个确诊的案例之后，都已经有做过检测，都是正常，所以我们现在是怀疑有可能是旅馆的清洁和消毒方面的不足。中央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大部分技术员拢遵守防疫规定，希望外界唔通有变化。因为最近已经有3名技术确诊，工会呼吁对个案相关场站甲大爱地点爱个规格清消。对酷热的技术人员，也希望公司组成关怀小组，提供一切必要资源。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央航空确诊技术恢复后生以后，这后生在读的学校，在第一时间已经停课。指挥中心就惊讲是去为着调查变异株，已经替学校的老师、学生甲家长验头一摆的 PCR， 结果拢是阴性。不过，但是中就讲病毒是足干巧的，学生在咧停课的这段时间，要是袂当结放。但若中央这后续采检的结果出来，会过来看要安怎调整隔离预防性的隔离措施。桃园北科富冈伫礼拜5紧闭停课了后，卫生局马上完成校园大规模清消。首先，各家长也伫第一时间采检，目前校园的扩大采检2656人全部阴性。个案班上老师、同学、甲家长专列接触者205人集中隔离伫检疫所。桃园市政府已经准备好快筛试剂了后，要个裁检。9月7号下星期2，那要进行这个居家快筛。那我们准备的3000个试剂已经送给北科复工，那也做好卫教。那如果疫情有变化或者是有状况，那我们一样会安排再次的采检。因为高度怀疑染疫技术病毒是Delta，高规格检疫已经将共班同学家长也就是检疫对象，家长住伫检疫所了后，什么时阵延放？后续还阁看中央航空对飞行员的波台结果，过来应用。看看那个整体机师哈，它里面采检的一个结果了哈。那长荣现在也积极在做这一部分哈，那可能就会到比较能够厘清，虽然是阴性哈，不过那个可能性哈，就是说有染疫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哦，是在过来在说停课的期间哈，还是要提高警觉。北科富冈礼拜5开始停课2礼拜，无带集中检疫所的师生也爱14天自主健康管理，全校测试各一摆体检。虽然停课，毋过无停学。学校自初6开始，该线顶教学，教育局提供200部平板电脑，好需要学生用顺利上课。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呢，即马是公布中央确诊技术捌去过的所在。8月28日捌去过南港车站的停车场、商场，还佫有信义区的饮料店。那桃园技术胃病事件，双北拢已经扣列相关的人员起来隔离。即马就有医生伫咧呼吁，讲中央就爱停止双北的餐厅，互人伫咧内底食。不过指挥中心讲，即马还无拍算，无要拍算安尼做。伫台北南港的哥罗堡某环球购物中心，甲 CT Link 有确诊者行踪，台北市测试无新增加确诊个案，暗过卫生局公布，一量一治一例。这名新北市个案伫8月28日捌去过南港车站停车场、商场甲信义区饮料店。那有关于他们居住在台北市的部分呢？这2位机师合计有第1层的居家隔离的接触者有10位，那另外第2层的接触者有16位。针对Delta病毒入侵桃园技术染疫事件，台北市扣列16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有36人是确诊技术接触者，已经扣列安置集中检疫所隔离。新北也有28学生甲确诊技术后生共校，或者在PCR检验拢是阴性。侯友宜也宣布，所按校园封校，只要学校有一个Delta确诊，全校停课14天。一例Delta确诊，全校就停课14天。那同时扩大匡列者一例到集中检疫所，全校也进行 PCR 的检测。维修组国文侯友宜佮换回破胎，包含机场、港口、沿海线可能走私据点，拢要落实管制。有医师建议，北部应该暂停开放餐饮伫内底食。疫情指挥中心目前无拍算禁止伫内底食。
现在检验的结果还没有算完全没有，还没有完全出来，但初步的情况看起来，现在也没有这个理由继续把它升级。中央维持开放餐饮伫内底食，台北市表示有定餐饮防疫指引，会看疫情变动来修正。新北市维持餐饮伫内底食，暗过强调会加强落实管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咧8月底查到头一件非洲猪仔的肉片，即马警察已经约到这会员，就是对新北泸州卖出去的。这查扣的肉片内底有连血，内底有包肉，也确定有验出非洲猪仔。移民署呢，这2礼拜已经查到900多公斤来源不明的猪肉片，即马已经有3件验出有非洲猪仔的病毒。专案小组到新北泸州一间杂货店查扣70公斤的肉片，高雄大寮一间杂货店8月23被查到卖有非洲猪仔的连续包肉。杂货店表示，肉是伫面册顶悬甲家己搬上买，警方继续追查源头，找到来自新北泸州的越南籍的顶手。由阮氏女子所经营的越南杂货店他们是利用这个网络去订购之后然后在这个分享给南部地区的他们这些越南的这些同乡。姓翁的婚姻人被查扣肉片当中有590公克的连续包肉，共款检出非洲猪仔，伊是透过网络向越南落单，再甲化妆品这物件斗阵空运报关。专案涉案的业者拢依照违反食安法甲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移送。除了警方追查走私源头，移民署这2礼拜动员8000多人次，大动作查缉餐厅、小食部等业者。那你月饼是跟谁订货的？移民署2礼拜来就查到918公斤不明来源猪肉制品，有3件检出非洲猪仔阳性反应，互中央甲地方政府毋敢大意，大力推动饲猪场转型饲料饲猪。行政长苏贞昌车市中岛到屏东大塘饲猪场，看该区的状况时，支持农委会提供补助。禁止这一次防治非洲猪入侵的这个机会，给养猪场大大的补助，让它大的养猪场能够符合时代需要，好好转型。那非洲猪仔一摆会重创台湾饲猪产业，各单位共同合作，为查缉走私肉品到协助产业转型等，都希望能伫第一时间化解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讲，纽西兰第一大城奥克兰，这个月初3发生恐怖攻击，一位伊斯兰国 ISIS 的支持者偷拿商场的刀看到人就抬，至少7个人受伤，其中有3位伤了较严重，嫌犯当场就去互警察开枪死亡。因为纽西兰的总理阿登初时是搁一届要求国会开议了后，就要赶紧通过比较较严格的反恐法案。初4早起，监视人员继续在初3发生随机杀人恐怖攻击的商场外口来进行采证。周边也4个人看到牙枪的警察。纽西兰总理初时讲，原有1名已经被拍死的恐怖分子的姓名根本无值得公布出来。No terrorist, whether alive or deceased, deserves their name to be shared for the infamy they were seeking. 这随机杀人的攻击事件发生在纽西兰当地时间初3下晡2点40分。这查甫人进入纽国第一大城奥克兰的连锁大卖场，对货架顶面偷摕刀了后，随机来杀害买物件民众，当场有7个人互杀着伤。警方也在案发了后60秒内底，把凶手拍死。Just went started stabbing me. They went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nd then I just realized after that, oh my God, I have to run. It was just chaos. People just started screaming, and I think it took a while when they just realized, oh my God, there is an attack here, you know. 案发的大型卖场，初时宣布一家卖场内底刀甲家刀全数拢收起来，利用抬着伤的7个人，有5个人也伫病院接受治疗，其中3个人伤势真严重。这阵正是纽西兰国会休会期间，总理阿尔登初时强调，当国会开议了后，伊会要求国会尽紧来通过更加严格反恐的法案，防止这个悲剧搁再发生。I'm committing that as soon as Parliament resumes, we will complete that work. That means working to pass the law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no later than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这相关32岁斯里兰卡国籍，2011年进入纽西兰，受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影响。2016年伫网络发文引起警方的注意，把抓去关。今年7月释放了后，继续遭到警方来监控。不过，意外可以犯下这个恐怖攻击事件。纽西兰第3大城市基督城，2019年3月爆发生凶手扫射2座清真寺，造成51人死亡的恐怖攻击事件。另外3号事件是不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系？警方也深入来调查。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也若变种病毒变化是真紧也真歹按算，即马有真侪国家拢伫咧思考讲要来注第3剂疫苗，甚至要降低注射的年岁。不过英国就强调，即马因无建议12岁到15岁身体健康的少年囡仔来注。也若美国呢，自本9月底就要开始注第3剂，即马也因为疫苗相关保护力的数据有欠缺，有可能缩小规模来注。国际间侪国家拢面临开学甲疫苗注射的问题。英国虽然已经批准16到17岁青少年注射辉瑞 BNT 疫苗，不过对着12到15岁是毋是纳入注射范围？英国疫苗注射甲免疫联合委员会 JCVI 查查讲，有慢性病、神经系统疾病这高风险的囡仔会使先注射疫苗。不过北美甲以色列已经出现这年龄层注射辉瑞 BNT 疫苗了后，发生心肌炎的案例。尽管这个发生率低，症状无严重，不过这个委员会暂时无建议替12到15岁健康族群大规模来注射疫苗，应该继续观察中长期的数据。And that makes the risk-benefit balance for these children really quite tight and much tighter than we would be comfortable to make the recommendation. 另外一方面，美国计划9月20开放民众注射第3剂新冠加强疫苗，辉瑞已经把注射数据送到美国食药局 FDA 来审查。不过，目的立测伊提交的数据无够充分。美国疾管中心 CDC 加 FDA 查查讲，需要更加多时间来确定目的立第3剂注射剂量，所以对加第3剂疫苗恐惊敢来对辉瑞，安尼就可能会打乱拜登政府的防疫政策。另外，欧盟甲英国阿斯特捷利康药厂查查是对 AZ 疫苗强化证据达成和解。尽管药厂无法罚款，不过必须在2022年头1季结束之前，分配来交付总共2亿剂疫苗。依照这个和解协议，阿斯特捷利康药厂讲会在今年第3季之前交付欧盟6000万剂疫苗。第4季进前交付7500万剂，并且在2022年头1季进前，再交付6500万剂。欧盟的成员国也得到疫苗定期交付的时程表，若是讲有任何延迟，就使提出退款。公视新闻郑婉琴编译。风声讲 ，Poland 要捐予咱台湾40万剂的 AZ 疫苗，而且讲上紧明仔就会送到咱台湾。但是中今日是证实讲，确实有这件代志，不过并无透露明确送到位的时间甲数量。因那第2批 BNT 疫苗即马传出7月就会到，永联基金会执行长刘友东就讲，应该就是后礼拜会到位。如果国际捐赠疫苗即要送来到台湾咯。指挥中心证实，波兰会赠送予咱国40万剂 AZ 疫苗，预计上紧明仔就会来到桃园机场，不过这个时间甲数量也是无愿意先讲。那个现在还没有确定，是有这件事。依据桃园机场的资料，这班对维也纳起飞长荣航空编号 BR66 班机，会载着这批波兰所捐赠疫苗，有估伫台湾时间初5透早6点半来到桃园机场。即阵以日本送予咱的334万剂 AZ 疫苗，第4批会阁送予咱6万4000剂，为数上多。另外，也有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也阁有捷克甲立陶宛这国家。波兰是第5个捐赠台湾疫苗的国家。另外，初二头1批的 BNT 疫苗已经到台湾啦。第2批外团会在初8暗时的9点半来到台湾。英联基金会执行长证实，时间就伫下礼拜。目前外面的说法就是下周大概90多万剂啊。那郭董他会去接机吗？目前还不晓得耶。基金会对着 BNT 疫苗的数量以及到台湾的时间拢讲唔知影，也无正面的回应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不是接机。第2批 BNT 疫苗来到台湾实际时间，由等台进一步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
咱个来讲，高雄桃园区明霸克乐桥变道8月底抢通即马开始规划后续桥面重建的作业。不过因为这桥的地理位置较恶施工，总统蔡英文今日去视察的时阵，就指示公路总局要爱谨慎评估，研究更较集中的方案，爱确保工人也搁有当地乡亲的安全。类似海啸式的泥流就这样冲下来。总统蔡英文面色震动，看干部画面，高雄明霸克乐桥变道抢修期间，因为玉水溪一直有土石流冲落来，影响进度一直到8月25才抢通。蔡总统找市中道伫市长陈其迈陪伴至下到断桥的所在，听公路总局汇报。会做一个钢便桥的部分那中期的部分我们正在做研究，因为事实上还有蛮多的土质在随时会坍塌。明霸克乐桥8月17号大水河引起的土石流冲海起，雨山区民众受困将近3礼拜。不过极端气候带来灾害一摆比一摆严重，也互桥面重建难度增悬，时间风险变大。蔡英文指示公路总局要有周全稳固的方案，找出一个方案，让我们在这个地区在灾害在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韧性可以更强那这是我们工程上面的一大挑战。那也希望我们中央跟地方我们一起来合作。8月7山区大雨造成灾害，加上桃园区代表谢宜珍落水失踪，互当地警消为特地民众甲搜救正拼命。蔡英文也去慰问谢宜珍家属甲警消人员，佮表示针对原民地区的需求，会请原民会了解，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南对2007年开始办高度国际半程的马拉松，今年有13000位选手来报名。不过昨昏呢，台南市府考量讲秋冬季节疫情可能会反考，加上咱即马又搁是二级警戒，所以宣布停办，会保留选手的参赛资格到明年。现场一响超过万人，马上就开始走。这是台南每当举办的古都国际马拉松的景象。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原本已经顺利到10月3号举办的马拉松，台南市府考量国内小港是第2级的境界，因此3号是宣布停办今年的赛事。有些部分的地区，像桃园，又出现疑似被这个 Delta 病毒穿透的情形。在疫情还没有明朗之前，尤其接下来进入秋冬，又是疫情比较好发的期间，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对于这种大型活动还是比较保守一点。2021年，国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总共有13000多名选手报名，考量马拉松开始走进程，将有超过万人来根据，并且专程将会挂喙烟，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对走友来讲有潜在风险。这个防疫以及安全综合考量之下，决议停办。对此，嘛民众正面来看待。这会对整个你在跑步的节奏跟换气上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因为疫情原因大家在这个安全的考量下，如果这样的原因我们都可以接受啦。市府表示，停办赛事了后，将会保留参赛名额，一直到2022年。但是明年阁无法度参赛，将会专业来退还报名费。目前全国2级疫情警戒，为了减少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今年停办赛事是一定的。不过嘛，欢迎全国的走友明年基于台南体验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事的魅力。记者郑宏达报道。2020东京奥运，甲即马又搁伫咧比的帕运，咱台湾的选手拢有真出色的表现。今仔日体操协会伫咧体育署办表扬会，特别鼓励所有出阵的选手，包括阿妈王子李智凯、甲邓家宏等等，也对因伫咧2024巴黎奥运有信心。体操选手李智凯接下奖座，欢喜的面神藏袂掉。李智凯讲，为东京奥运回来了后，这段日子过了真精彩。为这礼拜开始，已经恢复正常的训练生活。这礼拜才刚刚回归正常的训练这样子，所以距离比赛也只剩大概4周左右，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对，那跟教练当然设下的目标就是说，安全为主，不要受伤。2020东京奥运了后，体操的规则就会做修改。李智凯教练讲，新规则初步看起来对李智凯是无真大的影响。在汤马斯的部分上面是没有到打击到我们的李智凯，有一些难度都降下来，可是他的汤马斯难度还是维持，有的还上升，所以我们朝上升的难度再加以补强。
我相信在他的2024会更成熟。体育署伫表扬现场表示，建议中华体操协会等等组织，建议伫2024年巴黎奥运之前，伫台湾举办国际比赛的可能。一方面也让我们这边的选手去测试2024的时候，目前那一年的时候，我们的竞技实力是怎样。那除了我们国内裁判的提升，也可以让我们多做一些裁判的交流。体育署表示，台湾体操的成绩已经伫国际上得到肯定。伫巴黎奥运之前来办国际比赛，相信对选手备战2024巴黎奥运有真大的帮助。记者郭本林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咱做伙来关心。相对北部来看，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伫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再来看金门、偏湖、马祖26度到33度。新闻报线，连年7点半，请观众朋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来去海边美术馆行行看看。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一般的人可能对开户这个行业是相对陌生的，我就是用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因规工的安怎去做因的需要做的物件。是啥物概念？会伫海边啊开24小时，拢会当参观的美术馆。我会使做的就是，互因平常时的声音，甲因的期待，想要讲的话，甲伊录落来，嘿，放伫迄山内底。当当艺术行入社区。少年人甲时代之间，佫会扩出啥款的美感？作品的名称叫做《造船回忆》，因为它是因为一张照片而进入这个船厂。伫基隆渔港顶金的成品山团队，带领12组新创艺术家，秀出精彩的迄挂渔港人的日常故事。因为青春，所以有梦。逐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啊！妈妈，那个人在叫我。那不是在叫你。看三金野地5平方，安怎看龙珠回头？歌戏若要搁安尼演落去，以后就无人看歌戏。啊，你若要做遐本色吼，我劝恁量早事农工商，看是要安怎做恁去，莫伫遐浪费性命做什么歌戏。9月7日，拜六暗时9点，龙辉服务，对公司第2台。台北梦工剧团如梦初醒林丽君，以再生演奏卡本来进行改编甲创作，用下性别的议题来挑战传统布袋戏，结合人北管音乐甲特别的唱调，体验江中戏的创新甲无限的可能性。报道大舞台，如梦初醒林丽君。
看咱的。